课文第一篇《申命记》第6章。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着切实遵守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，直到恁甲密的地事事亨通，人也加添济济。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，恁着专心、专情、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，这话着记伫心内，嘛着群群教示恁的囝儿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呢行，倒地也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搁着别伫手呢做记号，别伫额头提醒，着写伫厝的门徛，嘛着写伫城门。